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上帝阁带领咱经过一礼拜。咱伫这礼拜当中，仍然享受上帝的看顾甲保守，使托咱生活顶面一切所使用的供给，我们感谢伊。咱也感谢伊，咱伫病痛当中，伊扶持咱，帮助咱。互咱早日恢复，但是也有真侪人伫病厝当中咧去接受医治，咱继续为这人来祈祷。有诶伫家己诶家庭当中来接受医治，咱也是为因祈祷。顶礼拜有去探访两个老人，虽然因厝内诶人。伊家中诶人有几个人得到这个呢病毒，但是感谢主，因拢好起来。我感谢伊，上帝会看顾保守。看到因仍然有法人讲话沟通，心中真欢喜。咱也是感谢上帝，有诶生理虽然较无好，但是仍然有法人经过这个买诶物件，交伊一日诶费用，有法人拍平咱感谢主虽然毋是趁真多，但是交业用，咱感谢主继续为因祈祷。当然，咱做新诶行礼，看到真侪人无信主，咱也是为着怀来未信主诶人来祈祷互咱有迄个。传福音的负担有听人灵魂的心，通来为真侪人祈祷求上帝互咱机会来向怀未信主的人来传福音求上帝祝福因。咱三合阿头，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听从，你的看顾甲保守，伫疫情当中，你无离开阮，你仍然供给阮一切。生活顶面的需要，有心灵当中的需要。当阮惊吓时，你的话语就安慰阮；当阮的心情无快乐的时阵，圣灵就来帮助阮提起阮的重担，阮各款的忧愁。上帝，你甲阮讲，上帝是听祈祷的神你就将一切的重担卸托上帝，因为伊顾念阮。咱感谢上帝。上帝阮这个时来到你面头前，来举行这个崇拜，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人来帮助阮，坚强阮的信心。阮心中有惊吓，求主你来安慰，来鼓励阮，使托阮这个刚强的心。伫各款的动乱当中，有来心灵内面各款的烦恼求主你互阮学习交托祈祷。将这重担交托主神的话语实在是阮的力量，是阮脚前的灯，路顶的光。感谢伊，将今仔日这段时间交托你，求上帝甲阮同在，借着圣灵神的话语，人来帮助阮伫属灵顶面搁较成熟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和散那赞美上主，众孩童高声唱。和谐神之大天庭，歌声美妙悠扬。耶稣爱子父下海，常以慈爱欢动。孩童扬声赞美主，歌声单纯崇高。
群众拥在我救主，欢呼声的云霄，手持中数指挥，要歌声清脆美妙，救主谦卑起效率，焕然欣喜精诚，男女幼童齐聚集，迎接救主我神。和散那归至高升，昔日诗歌在唱，基督是我的救主，是天地的君王，口称心和气赞美，永远称颂我主，直到天家见主面，永远欢欣同住。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年的4月11到17號，咱伫菲律賓稱呼伫即週內面啊，叫做聖週，也是叫做基督受難週。因為伫即禮拜內面啊，耶穌基督要受難，然後釘十字架拜日就對死來復活。因為本國菲律賓是天主教的國家，大部分的百姓人會信奉這天主教。當然基督教特別注重，但是注重主要是伫復活節，也是復活節是伫4月17日禮拜日，耶穌死了後，被釘死了後，埋葬了，第3日復活。伊復活的時節就是伫禮拜日的早起，所以伫這個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前伫聖經記載就發生一件代志那麼伫釘十字架以前一禮拜當中伊就面要向耶路撒冷行去。耶穌伫這個聖週以前向耶路撒冷行去，要做什麼呢？因為伊知影要發生的代志，就要發生伊伫伊的身上，就是百姓會歡呼伫路邊歡呼這個伊主耶穌騎着一匹驢進入到這個聖城裡去。真濟人看到這款的情形哇！佇遐歡呼、唱歌佇咧歡呼，這位騎驢的君王入去城內面真歡喜，大家人真歡喜快樂。但是有一家人卻是無歡喜，就責備講耶穌講：耶穌，你敢若無阻止在人耶穌怎樣甲因講呢？咱較停會講到這項代志。但是換做在百姓人佇咧唱詩歡呼耶穌真正的在人到底是什麼人呢？有一家宗教的領袖，因叫做法利賽人聖經稱呼自我為義的人家己講到是公義，所以今仔日的題目叫做自我為義 （self-righteousness） 這個題目是咱今仔早起要教大家講的信息主耶穌最後一禮拜伫最後的一擺要入去耶路撒冷這個聖城內面未入去以前伊就先向伊的門徒來誣告
逃生甲伊讲，刚才门徒讲，伊进入到即个耶路撒冷城内面，要发生什么代志？先甲因讲啊，圣经路加第18章啊，路加福音第18章31节到33节安尼讲，耶稣带12个门徒啊，带领12个门徒，对因讲，看哦，咱要去到耶路撒冷去啊，先知所写的一切代志啊，都要成就伫我人子啊身顶。第32节讲啊，伊将要被交伫外邦人啊，因要戏弄伊，要创讲伊，要侮辱伊，凌辱伊，要配草烂伫伊的面顶。第33节，并且要鞭拍伊，杀害伊。第3日，伊要复活起来。啊！耶稣未入去耶路撒冷，伊是将伊家己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所要拄着的一件真凄惨的代志，就是要顶十字架，甲受刑罚的代志，甲因讲咯。因为这是圣经旧约的时代，早就有预言咯。那耶稣伫28节吼，第19章28节吼，是讲到耶路撒冷去骑一只驴啊，荣耀的要进入耶路撒冷。圣经安尼讲，第路加福音19章28节到38节到38节安尼讲，耶稣讲了跩话了后啊，就伫水面行啊，则讲伫耶稣伫水面行。门徒跟伫后壁，一直水面行，上耶路撒冷去了。啊，即搭特别上耶路撒冷去了，就是去耶路撒冷了。29节，将军伯法其就伯法嘅啊，甲伯大尼即係伯特尼，伫一座山名叫做迦拿山的迄搭啊，伊就打发，伊就找2个门徒讲：说恁啊，去到这个乡村内面去去的时阵吼，的确会看到一匹的驴摆伫遐，是从来无人骑过骑就是必须一只驴会把只来去骑是将伊甲你偷来。牵来互我，31节讲，若有人问为什么要偷一只驴呢？伊就白咧，为什么要甲因偷开呢？恁就甲因讲说，主要用伊，主要用伊，就车发的人吼，打发的人就去了所以人这2个人就去了，就拄着的。正甲耶稣所讲的相同就是看到有一只驴摆伫遐，那么因就将这驴甲你偷开的时阵主人问伊伊说你偷一只牛做啥物路用因就讲门徒讲的说，主要用伊，主要用伊。35节，因门徒就牵到耶稣遐，将因的衫裤搭伫一只驴的把只顶然后扶耶稣骑迄只驴。行的时阵，众人就将衫裤铺伫路顶，将你要到耶路撒冷的时阵正要落迦拿山的时阵，众人因着所看见的一切耶稣行的神力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家就赞美神了因看见耶稣骑迄只驴，佮想到耶稣所捌行到的真侪神力奇事大家人就欢喜快乐起来因就伫遐咧学老神讲
讲什么呢？伊说奉主的名来的王啊，是应该称颂而落的啊！伫天顶有和平，伫至高之处有荣光啊！圣经是安尼讲，39节安尼讲，众人当中啊，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讲啊，夫子啊，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啊。伊是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讲，我甲恁讲，若是因啊合嘴毋讲话啊，跩石头哦，也的确会呼叫起来。好，今仔咱来讲这个28节啊。耶稣讲了跩了后哈，伊就向前行啊，伊就伫前面行啊，要去到耶路撒冷啊，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要向耶路撒冷的方向行去。啊，这几句话也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主耶稣伫地顶传道医病服侍的工作已经了咯，已经完成了。最后呢，耶稣的使命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内面啊，要受到刑罚，后来钉十字架，就成就了上帝所命令伊做、交托伊做的救赎人类的工作。这是真重要的一段话。主耶稣当日要入去耶路撒冷，圣经讲，伫头前咧行，伫在门徒的头前伫咧行。意思是啥物呢？耶稣咧带路。今仔日啊，咱的主，伊也是带领咱伫咱的头前行咱人生的道路，行这条天国的道路，行天路。什么意思呢？咱信主了后，咱活伫这个世上啊，咱的生活、居住、活动，拢是面向着天国这条路来行，所以咱称呼做行天路，走天路啊。行这条天路的时阵啊，可能咱逐个人，上帝对咱的目标、对咱的旨意是啥物？各人无同。有的人去做传道人，上帝有的叫因去做老师啊，学堂内面做先生；有的伫这银行内面咧做工啊，有的伫政府内面咧工作啊，各人无同啊。看上帝带领信主的人，无论是啥物工作伊拢有互咱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主传福音来侍奉伊，借着任何的工作来侍奉上帝，将主的福音来传到人的心中。所以，咱伫行这个天路的时阵啊，无论是甘是苦，无论是行向耶路撒冷的路，还是犹太全地，还是撒玛利亚。或者行到地极任何一个所在，或者是行到南美洲啊，还是北美洲，无论伫亚洲，还是欧洲，还是非洲啊，上帝爱咱做啥物，伊的旨意会带领，主耶稣拢会伫咱头前行，伫咧带咱的路，有圣灵引带，有主耶稣伫咱的头前行，伊都咧帮助咱，所以咱跟着主耶稣的人咱通放心啊，有主带路，有主来带领的时阵，咱通安心的跟着主来行，安心的来侍奉主。无论拄着甜还是苦，是艰难还是容易，主的工作无一项是容易的，所以咱拢着知影主伫咱头前咧行。这两个城市啊，这个伯法其甲伯大尼啊，靠近耶路撒冷，靠近耶路撒冷啊。
行无偌远哦，就会到咯。离开了这个白发期甲白大年就会到。这个白发期吼，这个的意思是未成熟之家，未成熟的无花果之家。白大年吼的意思哦，就是 dates 迄个枣，咱食枣吼，红枣啦吼，还枣会加那么离耶路撒冷真近，所以主耶稣伫白大年讲出来问道讲你讲讲人的问道讲，说你去这个乡村内面这个乡村内面就是去白大年主耶稣甲问道当日暗暝就是伫遐伫白大年迄一暗，那么还问道也是去踮白大年去看呢。这个梨甲马无同梨就是较细只，较微螺佮另外一款，螺甲马你要同梨佮较细只。那么这个梨伊的性情是温顺的动物曾经伫古约内面是在有名望的人在有地位的人咧坐个梨伊甲马无同马走真紧佫真大只真威风拍箭的时阵冲伫前方那么这个梨是谦卑，代表谦卑、温柔、和平的意思。圣经捌安尼讲说锡安的民恁着大条着欢喜，耶路撒冷的民你着欢呼，你看伊说你的王要来到你即搭伊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和的徛着梨，就是徛着梨的茎梨的茎叫做橘子梨橘。咱讲梨橘就是迄个母梨叫做梨，伊的茎叫做橘，就是细只梨的意思虽然马太福音讲两只梨摆伫遐，一只是母梨，一只是茎但是这个路加福音为着要强调迄匹梨是从来无人徛着的，所以伊的意思就是，当咱要奉献给上帝，是咱将最好的献给主旧约的，你若要献羊献牛就是无破饼的，无沾火的献给主将最好的献给主旧约要献在初熟的茄子初熟的茄子啦，还是收成咯灭咯，还是将初熟的茄子收成咯献给主旧约讲到要献红牛的时阵红母牛的时阵，也是无伊无摕着迄个累残的迄个弯翘的迄块茶，无附着迄款的蚵甚至国语叫做蚵。那么现在呢，耶稣所徛的一只梨也是从来无人徛着的所以主耶稣徛一匹从来无人徛着是顺服的，主所顺服的一只梨。上帝也有法能叫一个真无好、真凶恶的人可以顺服来用伊耶稣说主要用伊，主要用这个肯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人来谦卑卑来顺服主的旨意，为了天国的事业，将家己献上来荣耀上帝，来做侍奉神的工作主要用伊。咱今仔日有真侪人真有本事受到真好的教育有上帝特别的恩赐伫伊的身顶但是上帝要用伊。当这个人有恩赐有各款的才干的时阵那为着家己来用那是无
无真正会将迄项物件完全用出来。若是互主来用吼，上帝有法通大大用伊来荣耀上帝，来叫搁较侪人啊得到益处。所以即两个所在啊，约法期啊，这个要拍嘅基利耶路撒冷吼，大约是2公里的距离啊。其实吼，因无需要徛一只驴啊，但是为什么耶稣特别吼安排一只驴咧徛伫顶面呢？啊，而且佮入去耶路撒冷呢？就是耶稣是特别的、故意的来安排一出吼，这个神国的王要入去京城内面的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啊。就是这个君王要进入京城内面这个仪式，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托百姓人啊，向百姓人公开的表明耶稣的身份啊。过去耶稣若行神力奇事，伊逐摆共人讲毋通共人讲，人宣扬出去。但是即阵哦，耶稣是公开的吼，正实的来表明伊。就是圣经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了，所以伊特别啊预备了这个君王进入京城的这项大代志，来表明伊的身份。这个时阵哦，有千万万的人哦，真侪人哦去耶路撒冷，拄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真重要的节期啊。西路各方的人吼，大小城市的人，拢集中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这个节期啊，逾越节啊，所以有真侪人啊，沿着这条路啊，来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去要过逾越节的时阵，那么主耶稣就伫在人的当中啊，在人群的当中啊。所以百姓人哦，看起耶稣即款的情形啊，伫咧欢呼和平的君王啊，骑着一匹驴啊，进入大君王的城市内面啊。所以是伫圣经旧约吼，有讲是锡安山啊，大君王的城啊，伫北面啊，个基个华美的所在啊，为着全队所欢喜的。旧约哦有预言，这君王要进入这个京城的时阵吼，但是吼耶稣入去这个京城内面啊，咱知影，伊毋是去要坐王位，伊毋是要入去做王，即阵啊，毋是入去做王，要坐伫这个王位的顶面，宝座顶面，来是要去倒落呢，上十字架。为全人类做成一个救赎的计划，这就是天国的预言啊，实现了。但是主耶稣一摆入去的时阵啊，虽然真侪人欢呼啊，来学罗赞美上帝，但是作为宗教的领袖啊，大部分的人吼，也阁未预备好心。来迎接耶稣做因的救主啊！因也无接受这位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因为犹太人甲做领袖哦，无接受耶稣就延后啊！伊正做君王进入这个圣城是延后啊，退后就是等主耶稣第2摆降临的时阵，所以信徒。被提，然后有7年的大灾难之后，这个天国的国度，也是弥赛亚国度，才正式临到地顶。所以做人啊，看起耶稣这款的情形啊，因就将因的衫裤。铺伫路顶，耶稣徛伫驴的顶面，
咧行诶时阵，跩百姓人吼，因啊想到看到耶稣骑一只哩入京城，吼，佮有人将迄个衫裤铺伫遐，因就想到即款诶景观啊，即款诶动作啊，亲像旧约内面啊所形容诶，有君王啊要入去京城，意思就是说弥赛亚诶国度要临到咯，弥赛亚临到咯。但是伊毋知影，耶稣一摆会进入耶路撒冷啊，是要做成救赎诶工作啊，要钉十字架，要受苦诶工作啊。哦，所以圣经内面啊，讲耶稣正式要入去，伫最后一礼拜吼，伫地顶最后一礼拜要入去耶路撒冷。圣经讲到说，耶稣要行去耶路撒冷，要去还是行向耶路撒冷，一共有讲到10摆啊。伫这个路加福音啊，最后这几章内面讲到10摆，耶稣要入去，要进，要行入去耶路撒冷。伊明明知影，入去毋是去疏松的，毋是要去观光看风景的，乃是进入耶路撒冷，要受苦，要被刑罚。要掠去钉十字架，受真大的苦难，然后牺牲伊的生命来做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啊！耶稣明明知影入去哦，会拄着跩，但是哦，耶稣伊的心已经坚定了。伊明明知影是入去受苦，但是伊无退后，伊无后悔。伊拢是勇往直前行去，伊的信心，伊的决定是何等的坚固。伊去是为咱受苦而去的，伊入去耶路撒冷是要受鞭拍的，好，伊入去是要受苦的，是要互人掠去钉十字架。耶稣去钉十字架是为着要担当咱众人的罪，要赎咱的罪过，互咱相信主耶稣。咱的罪得到赦免，咱的生命得到拯救，上帝要赐予咱这个永生啊！耶稣入去是有真大、真伟大的工作要做啊，是为咱来受苦、牺牲伫十字架顶来去。那么跩人毋知影，认为说啊，耶稣骑一只驴入去哦，这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临到了啊！因为看见耶稣伫世间所行的神力奇事，结果看到耶稣骑这只驴吼入去，所以因就真欢喜啊！就唱歌，俄罗赞美主，将衫裤铺伫地顶，尊敬的对于这个致敬入去。但是因毋知影耶稣这摆入去是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受刑罚，代替咱的世间人受刑罚啊！亲像一只被杀的羔羊啊，入去到被抬的情形啊，牺牲伊的生命啊，将伊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吼，在众人吼就欢迎伊入去吼，但是要进耶路撒冷的时阵吼，跩人啊，有看起即款的情形，咱昨仔讲的，因拢真欢喜快乐的来欢迎耶稣入去入去。但是有一帮人啊，听到跩百姓人吼，伫欢喜快乐咧唱赞美的歌吼，是君王要临到咯。奉主耶稣，奉主名来的王吼，是值得称颂的。伫天顶有和平伫天顶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啊！所以伊伫咧俄罗赞美神的时阵个吼，也这就是应验旧约内面吼一项预言内面啊，是和散啊哈利路亚在称颂的名。但是在法利赛人听到因跩咧讲。
欢呼这位弥赛亚入去的时阵啊，将耶稣当作就是旧约的弥赛亚，遮人啊唔接受，遮法利赛人唔接受，所以圣经讲啊，众人当中啊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讲：夫子啊，先生啊，伫责备恁遮门徒吧。耶稣讲：我甲恁讲，若是因啊合喙唔讲啊，遮石头也的确会欢呼起来，也是会开喙来做见证。因为众人称呼耶稣叫奉主名来的王，称耶稣为主，称耶稣为王。但是在法利赛人却无将耶稣称呼伊是王，将伊当作是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因为称呼表明在法利赛人在宗教的领袖啊，伊的内心也阁唔肯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毋是旧约的迄位所应允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诶，无相信。耶稣讲，遮人若无讲遮石头也是会讲，遮人开嘴讲来见证我就是弥赛亚。但是遮人若毋讲石头，遮也是会讲，也是会为我做见证。因为干哪只旧约有规定，而且你若要做见证若是将你无将你所看的、所听见的、所知影的讲出来这就是罪啊！所以百姓明明看到耶稣是安尼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入来的时阵，所以因就伫遐做见证学咯。但是在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咯，却是反对，耶稣为着因艰苦心，伊知影。这个耶路撒冷有一日外邦人来杀害百姓，将这圣城、将这圣殿来毁，来烧，将物件抢夺出去。耶稣想到这的时阵，伊艰苦心伊流目屎伫遐哀哭了。所以法利赛人因是虾米款的人呢？当大家人真欢迎来迎接这位君王的时阵，接受耶稣是因的弥赛亚的时阵，在法利赛人却是反对。圣经讲过，在法利赛人耶稣几若摆来责备因的唔对因为在法利赛人是一帮假冒伪善的人因是心中真疑心的人唔接受耶稣，正做因的弥赛亚。顶摆耶稣逐摆共人讲，伊若做后代唔能讲，现在即阵已经正式公布，该记就是弥赛亚咯。对现在开始对耶稣进入这个耶稣，伊就开始公布伊唔但允准百姓人来称呼伊是弥赛亚，伊也是无反对遮人称呼伊是迄个要来的旧约所应允来拯救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说落来这几日伫这礼拜当中伫最后这礼拜当中伊所做的每一项代志，耶稣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都是要互人知影这一项代志就是伊就是弥赛亚咯。但是怀犹太人怀法利赛人讲伊的百姓讲恁若是知影耶稣伫倒来报告，阮通来掠伊，要将耶稣掠去办。因为耶稣活得行真侪神力奇事，人将伊当作是弥赛亚耶稣将家己当作是神的囝要来拯救世间的。所以人唔相信的。现在耶稣入去是毋是偷偷摸摸的入去耶路撒冷而是正正当当的、真高调的
啊，伫真侪人诶目睭下面啊，徛一只驴进到耶路撒冷，直到现在哈，耶稣是要甲因讲啊，直到现在啊，恁也阁无接受我做恁的王嘛，做恁的弥赛亚嘛？我已经表明我的身份了，我已经将演出一场将个弥赛亚进入这个圣城的这款的有宴咯，恁也阁毋接受嘛？所以在弥赛亚在法利赛人啊，疑心无要接受啊，但是耶稣看去耶路撒冷将来会真悲惨的代志会发生啊！佮看去在百姓啊，也佮描述耶稣的拯救的恩典啊，因也佮在耶稣真痛心啊，伫遐伫咧哀哭啊。那么在法利赛人啊，定定叫耶稣咧作对，耶稣做啥物代志就作对，耶稣咧讲啥物话，还是叫因作对，耶稣行神力，还是叫伊作对，伊说是靠着魔鬼王啊，鬼王来行神力的，耶稣真痛心啊！所以虽然在法利赛人伫犹太教内面是宗教的领袖啊，因是真遵守旧约的做律法的人啊，但是因也是有一个外表。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但是却无有一个敬虔的内心，所以主耶稣来批评因责备因在法利赛人头一项，在法利赛人啊，真骄傲，自以为义，假冒为善。什么叫自以为义呢？家己认为伊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真神圣的人啊，是无犯罪人，因为真守掉了旧约的在律法咯，所以因自以为义，逐摆批评别人，但是无看到家己的毋对，人真骄傲，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讲到耶稣讲到，这法利赛人啊，只守旧约的律法，却是失去了迄个听心，无人民人的心。因为只有一个外表，但是无迄个真正的听心，叫人民人的心。第三项呢，在法利赛人守了犹太人的在传统的代志，却忽略了什么？上帝的诫命，上帝就是爱的诫命恁就听上帝，恁也就听你的邻居，就是听上帝甲听人。但是在犹太人只是外表，因为基督是要讨人看的因为做一间好歹也是要讨人看的伊的奉献也是要讨人看的咱亲像这耶稣做披露讲到有两个人入去圣殿内面祈祷这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就是修洗的官。耶稣讲，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就是修洗的官。法利赛人徛着自言自语的祈祷讲：伊说神啊！我感谢你，伊讲感谢你。伊说我无像这个人，伊讲无像这个隔壁这个税吏在祈祷的人，无像别人，伊无勒索别人，就是专接人的钱，无不义无做奸淫的代志伊无像这个税吏安尼伊说我一礼拜禁食2摆一礼拜禁食2摆，凡我所得到的这钱财我就捐1/10到圣殿到神但是伊讲的时阵迄个税吏远的徛着伊就夹手伊夹目向天毋敢看，
伊就用手啊，对伊的心肝头啊，讲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讲啊，我甲你讲啊，这个人哦，这个水里恶道去了后哦，比迄这个自以为义的人啊，家己以为是好人的迄个人啊，佫较为义咯。因为凡那是自高自大吼，必降为低啊；凡那是自卑的人，的确要升贵起来。这是耶稣讲这个自我为义的人啊，就是指法利赛人，伊骄傲啊，佮假冒为善，将好代志啊做伫人的面头前，伊祈祷啊。穿迄个真长的衫，金甲，一头一个面创啊，歹看，互人知影伊是金甲的人啊，是为着要互人知影伊是即款的人。今仔日啊，跩法利赛人互咱一个警告，一个提醒，毋通认为说人哦，若热心伫什么宗教顶面哦，伊就会得救咯。袂啊！吼，咱就看现在看到真侪款的宗教，有的人吼为着宗教的这个热心吼，运过吼，摔过运过，互人看哈，然后行几公里吼，行偌远的路，爬着一个桥上伫运过伫过路伫咧行，大过小巷伫咧行，甚至环游这个城市啊。有的人哦，边拍家己受苦啊；有的人啊，装作是耶稣，扛迄个十字架，互人钉十字架。认为说伊安尼做哦，会得到上帝的欢喜，哈！但是伊的内心啊，无上帝，无主耶稣，伊也无毋捌向上帝真诚的认罪悔改，无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就是伊做了真侪好代，就是伊做了做宗教的种真热心，对宗教真热心啊，伊也是袂得救啊。伊所做拢是空的，咱毋通像做法利赛人一样啊，因为祈祷金食做好代，拢是要叫人看的，要得人学咯啊。伊内心若无真正接受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吼，伊也是袂得救的。有的人哦，口声声开嘴合嘴，主啊主啊主啊，直直许发主耶稣的名啊！有的说啊，感谢主，感谢主，真属灵啊！有的讲直直讲阿门阿门阿门，伊为什么阿门呢？来嘴咧讲来心。阿门是诚心所愿，伊诚心所愿什么啊？所以真侪人吼，只是外表做作互人看的，无诚恳的来悔改伊的内心，无向上帝认罪悔改伊的罪恶。做一件外面的动作，是为着要互人看，为着要互人学咯。即款的人啊，单单有宗教的热心。啊，无真真实实的会得到救恩的人啊，无上帝伫伊内面，无主伫伊内面啊，伊的损失是何等的大，是永远的受苦损失啊！咱现今这个世界啊，有真侪疫情，逐个国家拢有疫情，咱也是听到拍战甲拍战的风声。真侪所在有灾难地震，真侪都各款的灾难，有政治的动荡不安啊，有各国有贪官污吏啊，有无平等的代志，有无公义的代志啊。圣经当中所应允的这个弥赛亚国度啊，有一日啊会应验伫地顶要实现，到迄个时阵啊。当上帝的国度，这个弥赛亚国度临到地顶的时阵，圣经安尼讲，有一个婴孩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要司托咱，政权要担伫伊的肩头顶，伊的名要称呼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赢在会负和平的君。这是圣经的预言，将来要来治理这个世界的国度，叫做弥赛亚国度，也是称呼千年的国度。现在世界有倒落一国，有倒落一个总统，倒落一个领袖，真正是和平的君啊，是有正义的、有公平的，伊是全能的神，伊是奇妙测试。有倒落一个是配合圣经内面所讲的，这预言里无这个人，只有这位，就是上帝所差派来拯救世间人的耶稣基督。将来要做君王的，伫弥赛亚国度要做君王的，直到催年以后有新天新地啊！上帝要甲咱做同在，有这一日。这一日临到的时阵，这位君王啊，会出现伫这个世界顶面。到迄个时阵啊，凡那是接受主耶稣伫内心的人啊，伫相信上帝认做悔改的人啊，接受耶稣做伊的救赎主，耶稣要伫十字架顶随为因担当伊的罪过，主耶稣的保护要随清去伊一切的罪恶。这款的人，才有配得。人入去到这个国度内面啊，所以各位啊，今仔日听到这个信息，虽然是短，但是凡那是诚心接受主耶稣的人啊，拢有这个资格来到这个国度内面去。你若是内心也无耶稣基督，无接受耶稣伫你的内面啊，就趁也有今仔日，你也有生命气息的时阵啊。你也个会吐开的时阵啊，伊是只个活的时阵，就趁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机会若来的时阵，你无掠条啊，机会若失去，就不再来了。你是什么款的人呢？是有耶稣伫你内面呢，还是你是亲像？法利赛人只有宗教的热心，却无有耶稣基督伫你的内面。你是倒落一款的人呢？请你认真的想摆咧，咱三合阿头。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借着今仔日这个短短信息，搁在这边一摆提醒阮，耶稣来到世间，毋但要做阮的救赎主，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凡若是相信主耶稣的人，要赦免阮的罪，要得到上帝所赐的永生，成做上帝家里有永远光明荣耀的盼望。将来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国度，是为着咱来建立的。凡若是进入的人有福气了。但是，阮会想到世间也有真侪人，亲像法利赛人，单单有这个宗教的热心，却无有耶稣基督伫因的内心，这是非常可惜。因怎样努力，伊怎样的热心，拢无法人得到拯救，无法人进入上帝的国度甲天国内面，独真心实意的谦卑家己来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的这款的人。耶稣已经代替伊的罪受刑罚了。或者是相信的人，就要得到拯救，就要得到永生，罪得到赦免，要得到成做上帝的子儿，来享受永远的国度、永远的福气。求上帝的灵做工伫因的心中。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